乡长，你真嘅爱离开了吗？贤妹，你有温馨可照顾，应该爱可重复，胸中上见爱夫靠，来改创爱前途。我们求乡为何因朝廷不可送经，使得本心不相信。汉族君永安心。乡长，既然朝廷不可长，乡长何处披求干？有心将爱笑外表，敢问乡长心开？爱是重复其插旗，非是无用该难移，虽无可记也爱你，没有意可因门面。秋秋，你见上来要快心，秋香何用并彩心？看负面，看正面，念才爱。向妹情，你见爱个心爱了解，妹些何用来表心扉？今已妹两分开，望你走公劝才。秋香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主君。多谢你，主君，乡长走了。乡长，乡长，今生今不
是对爱少分明啊，思想起呀，堵墙啊，堵龙啊，一个一个用。我是对爱少分明。虽然两人有天气，毕竟为是过门人，看你实在够不上，不爱蜜蜂好欢喜。哎呀，爱汉嫌弃唐爱念，见喜无好苦不见。望你在天数爱一边，蹦出老公去赚钱啊！讲话就爱有素心，唔好辜负爱记事。那系发言过来骗，爱就起手，按你几分银。那去。呀，奶奶做咧，多请你哦。你来封建做乜嘅？请蜜蜂啊！以後我不准你來，那係不然，我就打斷你阿腳。蜜蜂啊，又唔肯贏嘅人啊！我再講，見到我做做就有份約，做乜嘅？我做唔得來請佢啊！哈！你還敢唔再強打？哎呀！哎呀！呸！哎呀！哎呦！太好，你當你咯做乜嘅？蜜蜂啊，因為我愛你嘛。你愛我，講到暗號他，你咁曉嘅氣啊，那係你愛我，你就應該為我犧牲啦。佢當然冇問題，只要你肯聽愛，學生愛幾多？真簡單，500了。哈！楊爸，講嘅係冇，那係冇錢，係你爸做乜來請我？哎呀，唔係冇錢啊，只是俺多嘅錢一時間啊欠唔出來。你等我啊，我以後一天我欠出500了。你等我。500了，也個數目安排，我仲唔相信你呀，看得出來。就可叹來相啊公啊，就錯來忘啊，留下是郎，愛我父啊用啊。虽然那个是郎，他就声音太
向我家财中家为妻，虽然相公菜筹未干，但是得偏来忙了，留下一对子女，五个成人状态，未有出嫁，真是寡妇菜心嘛。阿哥，你来了呀？嘿呀，明嫂也来了。哦，落去吧。参见母亲，参见母亲。不用。你来看你俩老人家啊！哎呀，我个怪唔易呀！你过几日就会嫁到太叔府去，下一拜而你此爱，我见面嘅机会就少咯。母亲啊！南太东风家龙，爱给婚姻的名条，离间里有半张，彩里当彩当，彩里当彩当，彩郎。你呀，千金手，结不的手，为了婚姻老不休，望爱有你十八秋，真是爱不中留，真是爱不中留，不中留。婆婆，你这个嫁衣在2日啦就收好嘞。阿嫂，我3日过后就要嫁人嘞，你赶得出来吗？你放心，阿嫂一定替你赶出来。你看啊，你阿个阿嫂对你安好，一针一线，让你做嫁衣，你应该会好好感谢你阿个阿嫂啊。有冇你要喊佢做？阿妹本来就爱喊人做嘅，天黑佢只个按计步，老家个强弱。哼！你见你好嘞，梁强妹，每到一个爱人，臭物家哩。你见啊？猜。听阿妹落来一间房度，我托寄向个主播，本儿做家做。多谢母亲。做句。
勇士可敬，真是爱本心嘅好贤妻呀！只爱一家能福气，相共同相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见真是好品性嘛！相公，人家就係講家福萬事興，事件不做咧，我應該趕腳準備，看見本日趕得出來麼？那麼我要留你天數啊！多謝相公嘅好意，不過啊，這五房之事，你那麼人也無法吐天數。雖然裁縫嘅事情我看唔曉得，平常時係你服侍我，你也拜呀，我愛來服侍你，讓你聽察，所看中做的。多謝相公。好吧。做官。原來係你啊，有嘛個事情，喊衰麼？暗暗的很嘲笑你，實在真歹勢。因為啊，衫褲我已經收好咧，想講拿來給你吃咗。真經收好了，不愛看。你收了啊？係嘛個東西啊？你利用你過後就係嫁人嘅，你係存心愛本來難看係麼？哼！幸福如花意難盡，也給
情感就一把火。看到火就错。